顾问他也没有实权，他也不受薪，他也不每天去上班，处罚我去打行政诉讼，我认为 NCC 不会赢的。我们当然开个玩笑了党政军退出媒体我觉得党政军也应该退出 NCC 才对就是说中央评议委员，国民党有1000个，1000个都是党务工作人员，他1年才开1次会，而且呢都是等于是建议啦，顾问性，它就是一个顾问性质嘛。那依照广电法的施行细则呢，顾问性质就不在广电法的这个限制，就是顾问就不算，顾问本来就不算，顾问他也没有实权，他也不受薪，他也不每天去上班，他也不这个主管党务的工作，他就是个顾问呢。假如说我将来参选国民党主席，当选主席，那个就是这个，你如果还继续经营媒体，你就是违反广电法的。所以我也早就讲过，如果当选我就这个辞掉董事长、总经理股份，通通要转移。那依法我做事一向是依法来做嘛。资政国策顾问现在都是无给职啊，也都是咨询顾问性质啊，那也在总统府组织法里有啊。在组织法里有怎样就违法了吗？他当然在组织法里也必须要有啊。那你没有的话，你怎么聘这些顾问呢？你怎么聘这些资政呢？你怎么聘这个中央评议委员呢？你不能因此就扩大解释说因此他就是党务工作人员，不通了那因为你处罚我去打行政诉讼，我认为 NCC 不会赢的，不会赢的。明显他就是这个顾问性质嘛。你一定说他党务工作人员，你要举证啊，他做了什么党务工作？民进党既然是台独党，又碰到难得几十年难得的10几年难得的修宪的机会，你就提出你的这个台独修宪主张嘛？会不会过？不会过，因为国民党会阻挡，因为它加起来不会到3/4。但是这是一个政党的态度的表示啊！我既然是一个台独党，我也台独号召选民，让选民对台独抱有期望，那就提出这个台独修宪变成一个台独嘛，就变成一个台湾共和国嘛。你又不敢，心里想读又不敢读，又不敢讲，也不敢写，也不敢改，我觉得很没原则嘛。而且我也不解，我们1年国防预算3000多亿，将近4000亿，特别预算有1、2千亿，你就把海巡署的船做大一点嘛。做的比老共的船还大嘛，做的比日本的船还大，不就好了吗？出去也可以耀武扬威啊，钓鱼台我照样去啊。今天美日在争钓鱼台，我们讲话了吗？我们没讲话。钓鱼台是我们的不敢讲吗？钓鱼台是我们的，我也派船去护我的渔船，你派船去护你的渔船，我派船去护我的渔船，我造个大大的船我造个20艘大大的船能花多少钱呢？这才是宣扬国威啊！光在那个船上写个台湾，自己爽而已嘛，有什么用呢？没有用，自己高兴，自慰式的满足而已嘛，就是自慰式的台独这样干。